汴京迷夢，當12世紀的中國在河南迪士尼復活，想象一下，你花上大約17美元。120元人民幣的門票，走進一幅活過來的北宋名畫。街道上商販叫賣灌湯包和鯉魚燴麵，虹橋上人潮如織，船夫搖櫓高唱宋詞，遠處鼓樂喧天。馬術表演中樂飛槍挑小梁王夜幕降臨，華燈初上，大宋東京夢華的大型實景演出，把整個園區變成夢幻劇場，煙火、燈影、水戰一氣呵成。這不是好萊塢的 CGI 特效，而是河南開封清明上河苑，一座以張擇端清明上河圖為藍本，1比1復刻北宋汴京的主題公園。從西方記者的眼睛看，它既是改革開放時代中國文旅創業的活化石，也是與上海迪士尼截然不同的中國式答案。低門檻、高流量、文化沉浸，而不是高價業和玄機遊樂。在上海迪士尼樂園，你花100美元買到的是米老鼠的擁抱和工業化標準的精準快樂，但在河南開封的清明上河苑 Millennium City Park，只需不到20美元，你就能買到一場穿越千年的集體幻覺。這裏沒有穿着合成輕一圍的人偶，取而代之的是滿身汗水、吞雲吐霧的噴火藝人，以及在拱橋上推着木質獨輪車的宋代貨郎。如果說迪士尼是世界的魔法王國，那麼清明上河苑就是東方的平衡宇宙。從名畫到名園，一幅畫如何變成一座城？清明上河圖本身就是北宋城市生活的百科全書。汴河漕運繁忙，市井煙火氣十足，虹橋橫跨，酒肆茶樓林立。它捕捉了1100年前開封，當時叫東京汴京的日常繁榮，卻也暗藏對盛世危機的隱喻。1992年，國家旅遊局把清明上河苑列為河南150大旅遊項目。開封市政府與海南置地集團合資，後者持股55%，政府旅遊局45%。1998年10月28日正式開園，初期投資因融資改革一度停工，總投資控制在10億元以內，靠水面佔1/3。180畝水域和分期建設，省下了大筆人工造景錢。二期2005年完工後，園區擴至600餘畝，成為中原最大的仿宋建築群。西方學者常感嘆中國對古蹟的定義與我們不同，在歐洲，遺址必須是原件，而在開封，人們更熱衷於重現。1992年，當地政府決定把北宋畫家張擇端的傳世名作《清明上河圖》從絲綢卷軸上抠出來，他們挖開泥土，注水成河，按1比1的比例復刻了那個 Kangxi 在12世紀作為全球最大都市的汴京。這裏的每一個細節都經過近乎偏執的考據，但也充滿了中式幽默。你可能會看到穿着宋朝盔甲的士兵在巡邏，但如果你仔細看，他可能正在用華為手機回微信。這種奇妙的賽博大宋感，正是其魅力所在。西方人可能覺得這像迪士尼的歷史版 Epcot，但它根植於真實文化 IP， 而非虛構卡通。園區嚴格按畫作佈局，迎賓門、虹橋、宣陽正店、樊樓，一磚一瓦都考據營造法式，演員穿宋服，遊客可換宋裝，用宋幣消費，甚至參與皇員外招婿或包公迎賓互動。早期靠民營控股的現代企業管理 ISO 9000認證，市場部專責營銷，每年更新1副2個節目，開園至今累計接待遊客數千萬。2004年已是開封納稅50強之首，上繳稅收超千萬，趣聞不少。早期有遊客驚嘆終於吃到劃嚟的包子，夜遊是燈籠影水如夢回千年，還有水滸元素混入的小爭議。水滸背景是北宋末年，與畫中盛世略有出入，部分歷史 N3 者吐槽年代錯亂，但這反而讓園區更接地氣，像真實古城一樣集有。黑幕搜索中外媒體幾乎沒有大醜聞，只有高峰期人流投訴謠傳1億人純屬調侃，退票扣費少9分，或一次演出混入現代玩偶如天線寶寶的侵權質疑整體運營透明。國資委後來持股約49%，提供土地和低息支持，但商業化運作主導，盈利密碼。從門票經濟到市井狂歡，門票120元成人半價，夜
夜遊更低，多日通票常見園內小吃驚人實惠，灌湯包15元一籠，炒涼粉8元，燴麵12元左右，甚至礦泉水15元，烤腸2元，比很多城市街邊還親民。為什麼？這就是清明上河苑的流量密碼，故意壓低門檻和物價，吸引河南本地及中西部家庭遊客80%以上散客，讓他們待得久，吃得多，玩得，然後在二次消費上大賺。西方分析師往往看不懂河南的，在奧蘭多迪士尼二次消費周邊，餐飲是利潤之處，物價高得離譜，但在清明上河苑，商業邏輯被徹底重構，低門票策略，它的入園費長期維持在120元人民幣約17美元左右，甚至時常針對特定人群減免，極致的義消佔比。2023年的數據顯示，該院的非門票收入佔比已超過45%。低物價的秘密與上海迪士尼一份爆米花賣50元不同，這裏10元就能買到地道的開封灌湯包。園區通過市井化將遊客變成了居民，你不是在逛景點，你是在宋朝生活。迪士尼依靠高昂的特許經營權維持品牌，而清明上河苑則像一個巨大的沉浸式橫店，每天上百場演出，從包公斷案到岳飛槍挑小梁王，所有的演員都是當地農民或退伍軍人。這種人海戰術帶來的生命力，是冷冰冰的電子動畫機械無法模擬的。核心引擎是演出，尤其是大宋東京夢華或東京夢，線票299元左右，組合票249元起。2015年前10個月一場就賺41萬加，利潤率極高。2025年清明假期線假期演出收入超717萬，佔總營收近70%。2023年非門票收入已超45%。2024年遊客800萬加，總收入10億，淨利潤200億。2025年遊客破1100萬，收入12億。餐飲、文創、酒店滿平方，觀翼客棧，滿房率高，婚慶、會議全開花，甚至送宴餐售。低物價不是虧本，而是微利廣福。遊客在園內解決3餐，二次消費佔比直逼50%。客線價遠超單純門票，對比萬水山城開封另一中式迪士尼，它更激進，100元玩3天，加贈送周邊景區，免費演出上千場。2025年遊客2452萬，營收7億。但清明上河苑走精緻垂直路線，深挖宋文化業，慢工細活打磨演出，瞄準中產文化深度遊，兩者互補。開封文旅雙雄，讓本地收入5年翻番。陰影之下，繁華背後的黑幕與挑戰。然而，並非所有事物都如金碧輝煌的燈光秀那般完美，同質化競爭的陰影。隨着開封、萬歲山、大宋武俠城等競品的崛起，清明上河苑面臨着嚴重的內卷。為了搶奪流量，園區不得不陷入高強度的演藝更新，導致演員疲勞、偽古蹟的批判。一些西方建築學家批評它是歷史的迪士尼化，認為這種鋼筋混凝土包裹的仿古建築消解了真正的歷史深度。商業攤位的權力尋租，曾有自媒體爆料，園區內核心地段的攤位費極高，導致部分商戶通過降低食材質量來保命。雖然官方多次整頓，但這種市井亂象始終是管理上的達摩克里斯之劍。儘管整體運營透明，但這些市井亂象和內卷壓力，恰恰讓清明上河苑更像一座真實的古代城市，繁華中帶着煙火氣的瑕疵，而不是迪士尼那種無菌的完美。與上海迪士尼的碰撞，平民版 vs 全球 IP 版。上海迪士尼門票平日500元起，節假日近800元。靠米奇、星戰、漫威等全球 IP 頂尖遊樂設施和品牌聯名拉高客單。2025財年迪士尼體驗業務營收增長約6%，但增速遠遜中國新中式樂園，部分增速超20倍。迪士尼是逃離現實的幻想工廠 ，Polished。
國際化，適合中產打拍照。清明上河苑則是回到過去的平民狂歡，120元入園，靠真實歷史畫卷和活人 NPC 演員製造沉浸感，西方遊客會覺得它更 rare。人群熙攘如古畫，物價接地氣，表演土味卻震撼鐵花、雜技、水戰，沒有迪士尼的激光秀或過山車，卻有文化自豪感。迪士尼賣夢，清明賣盛世記憶，一個高溢價，全球輸出，一個低門檻，國內捲王。結果清明上河苑用極低投資，早期10億內實現高回報，證明中國文旅能靠本土 IP 加流量運營，挑戰西方主題樂園模式。批評者說它商業化歷史，但對億萬中國人而言，這是最實惠的穿越，不用飛美國就能夢回千年。當然，從西方人民視角，它也折射中國文旅轉型，從門票經濟轉向體驗加消費，從仿古10到沉浸20，低價不是低質，而是戰略，讓普通家庭也能消費文化。自信開封這座成羅城的古都，用一幅畫卷告訴世界：盛世不必昂貴，繁華可以親民。為什麼西方需要關注它？當我們研究全球旅遊業的未來時，清明上河苑提供了一個極其重要的案例。文化自信的商業變現，它不只是一個公園，它是中國龐大人口基數下平民娛樂對精英消費的一次成功逆襲。在這裏，你可以看到一種植根於泥土的文化生命力，儘管它有時顯得喧鬧、俗氣，甚至有點粗糙，但它真實地反映了14億人對歷史的集體懷舊和對快樂的定義。如果你想了解當下的中國，別只去上海看外灘，來開封的橋頭坐坐，深度思考這種基於真實歷史長卷構建的沉浸式體驗，是否會成為未來元宇宙社交的線下藍本。當你穿上宋裝，在那座彩虹橋上回眸時，你會發現有些東西是迪士尼永遠給不了的，那是血脈裡的認同。下次去河南，別只看少林或龍門，買張120元的票，走進畫里，劇碗熱騰騰的燴麵，看一場東京夢華，你會發現這才是中國文旅最生動的注腳，不靠好萊塢業，而是靠1000年前的自己。